头毛有爱哦。阿雄，你到底要创啊？无啊，伊讲安尼就好啊。我偌准你叫我来运动的。请问练脚笑的时阵，一定要有啥物物件咧？啊，你若是咧哭哈，啊，毋是要笑。下巴笑，练下巴笑，练下巴笑。有听过无？我毋捌听过呢。练下巴笑是甲笑有啥物关系吗？啊，就笑是啊。爱笑，练下巴笑。啊，你捌听过所以你捌听过这无？唔捌，唔捌。但是我感觉衫内底敢若有飞有笑。有道理呢。有影。人格啊，麻雀你啊飞。是。因为衫内底敢若有飞有笑，所以我感觉 C 比较有可能。是，较有可能。较有可能。他定是是啊。8000哦，先甲你讲者。 8000哦。没有想法。好好，确定哦。好，阮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者，飞对唔对？啊！笑袂出来咯，哥哥。我甲你讲8000啊，你搁唔听？啊，真害，机会来啊！机会来啊！真困难。你要去对，你要去对。我讲你因为我那袂甲你电啊，你等下完电，嘿，来咱先回答，嘿，来。话甲因差不多，啊，不过因重点是笑，笑啊，阮的重点是练，练哦，练音格啦，有无？音格，系啊，会练，系啊，会练，所以应该是 B。来，咱来看者，音格啊，对唔对？容易哦。是，好，来，咱甲汤仔甲电啦。无，咱好观众，你就8000块啦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安怎解释就知影。老师，啊，咱练脚笑真正足巧的，就是爱迄个练的动作，所以咱有练头啊，就是跋18头啊，啊，这个练脚笑，互伊练出来了后，知影是脚的，还是笑的，啊，较落去可能比赛啦，还是讲去家己无法度做决定的时，来当落去做一个决定，嘿。